好，来乡亲啊，这个第2届的台北米其林来公布到必比登推荐的第1波的名单。啥是必比登呢？就是高品质、介绍大众化在地小食面。今年有12间来入榜，其中有10间是第1届来挑选，包括真有名的阿城五肉甲阿国啊切仔面。 必比登推介名单第1波公布，12间新上榜，其中10间头一次核选，包括阿城五肉、阿国切仔面、卖面鸭妈。来到台北大东区80多档历史的卖面鸭妈，伊的油面米粉、地瓜小菜真出名，还不错吃啊。然后它的汤还蛮清爽的，价钱非常亲民的，惊喜价。 另外，还有这间四川的无炒熟，伊的红油水饺，南种特制的红油酱，真香真好食。红油饺是吃它的，我们每天手工现擀的水饺皮。去年我们的是餐盘推荐，今年是必比登，但我们是觉得有上就好。 要这去年登上米其林餐盘，今年是必比登推介，不是讲叫伊食现金，因为米其林的餐盘标志就是人头刀啊、签啊，也实在新鲜，煮食用心，料理美味。必比登伊是有一般称呼米其林的娃娃的头像，真脆炖。评比的标准是餐厅提供有素质，而且经济实惠的美食，费用在台票1300块左右，标准无同。 另外，米其林是以1粒星、2粒星、3粒星来区分。这3粒星是最高等级的英语，料理是超赞的，大家全程造访。今年必比登推介先公布12名，剩来22间是什么人的入选？等到4月7日公布米其林餐厅就会知影。